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个白贼七啊，甲这个曲梦霞是咱民间故事啊，每家啊、户户啊，拢知影这个人物。一个是白贼专家，也一个呢是头壳啊，哎呦，非常的好。啊，呀，恁大家还佫唔知影吼，这个白贼七啊，伊有一个老爸，哦，因这个老爸啊是生做非常的当生啊，哈哈，伊有一个名叫做白家，国语叫做白痴。但即摆呢，曲梦霞甲白贼七啊，因两个佫见面啊，精彩的节目点要佫开始啊，慢慢来甲我看卖咧。袂歹，今仔日天气真好。我要做风台啊。当然，白贼七啦。看梦啥？嘿，真久无看呀。我感觉你白贼七啊吼，实在有影无够朋友呢。安那？你拄则我明明听你咧讲，哇，天气真好，也忽然间看到我对迄边来，也就讲什么伫要做风台啊。你爱想看卖呢？咱两个是老朋友对毋对？咱足久无见面啊！啊，咱今仔日见面，你嘛着安尼甲我开讲几句啊，对毋对？后一个讲看到我来就要酸了，无意思。我梦啥？喂，啊，你是知毋知？我真无闲呢。我即摆要来去水晶宫红请呢。当个，你即摆要去红请哦？系啊。哇，是咧，我想袂到呢。我最近白贼七啊，你行情阁袂歹呢。我的行情本来就真好啊。真嘅咧？真的啊。咱就参详一个，毋知会互我地位。啊，你即马是要去水晶宫酒家哟？毋是。舞厅？嘛毋是。卡拉 OK？毋是啤酒屋？哎。你奇怪，你要是要倒啦？海陵王咧住迄间啦，迄间水晶宫啦。啥呀？你即摆是咧讲海姐哦？系啊。哎呦，你有影真够臭大你啊！哎，我是啥？我白贼七啊呢？啊，你著明记知，我专门咧讲白贼话，啊，你即句话你著明知故问嘛你啊？哼，我讲啥？我甲你讲哦，本人白贼七啊，这三字啊，毋是乌白叫的哈。我这是国际上有注册商标，你去遐探听看卖啊！奥斯卡的金喙奖、诺贝尔奖、金钟奖、金马奖、金鼎奖、金。好啊！那敢若这奖恁兜规间哦，满啊，敢若拢金锣咧。什么金锣？呀，迄个奖毋是大家讲敢若金锣共款的，你啊臭大一世人扣角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拄则讲的遐吼，已经是第时代对袂着啊啦。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昨啊拄啊对月球转来，你要信无？你有法度无？你即摆是讲安那？你面盲对面床甲跋喺面床顶，你对月球转来，你转来就摔一个脆糊糊，你还徛遮甲我讲话？安尼啦，无咱安尼啦。我讲我有法度，你讲你有法度。对啊。你讲你有法度，我嘛讲我有法度。是啊。咱两个安尼哦，讲袂清啦，无规矩安尼啦，咱两个即摆就小输。嘿，要搁小输哦？对啊。好，有影吼？小输啥？咱若输的人啊，做人3年的路财。3年。啊，3年是拢安那，拢免钱的，免薪水的。当然的咯。好，这我上来，来，要小输啥？你讲。决定哦。决定。这问题真简单。好。你若有法度将恁老爸身躯迄张厝价啊，甲摕到手，安尼我输你啊，我来恁兜做3年的路财。你若无法度通去将恁老爸身躯迄张厝价摕到手，安尼你输啊，来阮兜做3年路财。哎呀！安怎？苦啊梦啥？喂！你甲我出这个问题遮尔啊大，吼！你心肝是真歹你。你明记知影阮爸迄个求钱呢当算贵哈？一个钱拍24个角咯。我本啥要甲提钱，敢若你甲赶吧？你叫迄个提张厝价，啊你明明是要爱伊尔，你这明明是咧甲我为难嘛？你无法度，哈！行，甲来阮兜做3年的路财。对。哎呦，安怎？我即摆是甲你讲我无法度上。啊，你毋是讲你无法度啊？我是甲你讲，你问题甲我出遮大啦。好啦，我试看卖啊。阿七啦！正拄好，讲人教，讲鬼教，恁老爸来，马上进行。我甲你讲哦，咱两个约束3点钟久为限哦。好啦，3年自有妙计啦。你行去边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袂使来甲我破坏哦。我即摆咧进行的中间，你来甲我破坏是无准算哦。无问题，我看你到底有啥物办法。嘿，我都唔相信。啊无阿七啦，
阿七啊，姐啊，无你是臭人哟，恁别个叫拢无听着啊？有啦，我哪有臭伊人，啊，我都还袂甲你引出来啦。爸，真拄啊好，我拄啊有一件代志要去找你呀。有代志要找我？嘿啊免找免找，那你这个死囡仔找我绝对无好康的啦。爸，啊，等咱是爸仔囝嘞，啊，你哪安尼讲话安尼无感情啦啊？爸，莫安尼啦，你迄张有无？倒一张啊？迄张厝客啊。厝客要啥？摕出来，互我小周转一下，肯无？哎呦，你这死囡仔哩哈，这个话你讲会出来哈？普通时你要甲恁爸讨150年，袂输你甲我挂吧嘞哦？哈，即摆孝是我的厝客哦，你是按说要叫恁爸去跳淡水河是吧？哈？你若要跳淡水河，迄张生活我你才去跳。哎呦，你甲我跳看觅，着死囡仔这个话你讲会出来？叫我厝客先互你，才通去跳淡水河。嘿啊，免讲啦。免讲。对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厝客不管是就伫我身躯顶啦，啊，你想要安怎？伫你身躯的。对啊。爸，嘿，我即摆甲你讲哦，我是先顾甲你参上顾甲你拜托的哦。嘿，我叫你借我，你唔借我吼。嘿，时间我若顾甲你偷摕，你是莫化救人哦。用偷摕。嘿。哎呦，笑死人哦！哈，厝客是伫我的身躯顶无毋对，但是伫下底啦，哈，我踏伫涂骹兜啦。你是要哪偷摕？就算互你变做这个鸟鼠啊，要来偷家，家3年你都家袂去啦。嘿，别，嘿，唔免甲3年。啊，无是安怎3个月是啊？啊，唔免。啊，无敢3工？啊，搁伤久。嘿。3点钟，3点钟，我若无在就甲你摕，我就唔甲你死白。啊！哎呦，死啦！爸，这个白叉七啊，不但甲曲梦社两个来相思啊，而且呢，这个白叉七啊，搁甲因老爸讲一句无人爱相信的话：3点钟久内绝对要将厝价摕到手。啊，这个代志敢有可能？后礼拜继续甲阮看卖哩。